有記》、金庸筆下嘅江湖、TVB 江湖電視帝親自幫你踩好線嘅湖北，去過都話正啊！我哋呢條湖北8日純玩路線，全程西九龍高鐵，直達往返，行程仲升級埋2+1豪華巴士，包埋景區門票同埋接駁車，輕輕鬆鬆玩勻金庸筆下嘅武俠世界。江南雙明樓、武漢嘅黃鶴樓同岳陽嘅岳陽樓，包你登樓，親眼睇崔浩、李白寫過嘅壯麗景色。問道天下第一仙山武當山，包雙程索道來回，輕鬆登頂武當金頂，唔使行到身水身汗。塔訪襄陽古色，企喺城牆上面，親身感受郭靖黃蓉守咗幾十年嘅地方。三峽大壩總本包埋你登岸參觀，親眼見證世界最大水利工程嘅壯觀，再睇埋非遺民族舞台劇《巴楚盛宴》，感受荊楚文化嘅魅力。仙桃夢里水鄉風景區，包電瓶車同古船，暢遊水上森林公園，仲有荊州古城、東坡赤壁、起義門。熱門武俠景點全部玩勻晒，跟得我哋食玩假期，待遇一定唔會差啦！入住國際品牌酒店或5星標準酒店，連續2晚入住武漢米諾斯國際大酒店，超過600尺嘅房，豪華又舒適，食湖北名菜蓮藕排骨湯、巴楚風味宴，餐餐地道，日日唔同款。有興趣嘅老友，快啲 PM 我哋報名啦！記住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。